第6章，迄时门徒加多，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日日伫荆棘的顶面忽略了因的官负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因讲：阮放落上帝的道，去管理食饭，原是无合宜的。所以兄弟啊，就对恁中间拣出7个有好名声，互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阮就派因管理这个事。独独阮要专心用祈祷传道为事。众人拢欢喜这个话，就竞选司提反，就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搁竞选腓利、伯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门、巴米那，搁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列，叫因徛伫使徒面前。使徒祈祷了，就换手伫因的头顶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。伫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添真多，也有真多祭司信探这个道理。司提反满得到恩惠能力，伫民间行大奇事甲神迹。当时有请利伯地那会堂的几个人，搁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阿西亚，逐位会堂的几个人，拢起来甲司提反辩论。司提反用智慧甲圣灵讲话，众人抵挡袂牢，就买出人来讲。阮听见伊讲诽谤摩西甲上帝的话，因搁倡动百姓，长老搁文士，就忽然来抓伊，将伊带到公会，泄露假的见证讲，这个人讲话无停会糟蹋圣所甲律法。阮捌听见伊讲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互阮的规条。伫公会内坐地的人，拢定睛看伊，看伊的面貌，亲像天使的面貌。